婚林西里鎮農會透過食農教育結合着行銷，希望讓消費者認捌到國產的蒜頭。阿耀動手採收烤蒜頭，鄉親落田體驗做田人的辛苦。西里鎮農會辦蒜頭的推廣活動，透過烤蒜頭的體驗，讓鄉親更加了解蒜頭為產地到飯桌頂的過程。這是我第一次來採蒜頭，原來知道蒜頭是長在土裡的，我以後會好好珍惜食物。我在園林來的，然後今天我來採蒜頭，然後我覺得這個活動很好玩，因為蒜頭是從土裡面拔起來的。農會講，安尼當減輕產銷壓力，穩定市場的績效。消費者家己採收，會當縮短甲產地之間的距離。了解農業的辛苦，體驗一下如何從農田到餐桌。透過推廣的活動，望講會當帶動食蒜頭、買蒜頭的風氣，和更較儕人支持在地農業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